瑞穗，花东纵谷上的一个小乡镇，这名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丰收，是丰盛。这样一个特别温暖的地方，当然得和特别的人分享。当我和闺蜜踏上这块土地，一望无际的稻田从脚下伸展，眼前尽是质朴的大地色彩，心情也跟着明亮起来。难得的轻旅行，我和身旁亲密的旅伴都期待着接下来的惊喜。好漂亮哦！对呀，终于可以强松向书休闲时光了。对啊，好累哦，这床看起来好好睡哦。我也想要倒下去，你要睡哪边？我都好，我应该躺着就睡着。好吧，休息一下。一个不经意的推开房门，我们两个决定要迎着那片湛蓝天色，走到阳台，才真的感受到我们已经离开了水泥丛林，绿草、大树和远山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画面。开阔的视野仿佛能稀释所有的不快乐，心里想着要强松向书休闲时光。我觉得今天可以来体验一下起慈航茶东强松的感觉。哎，不止可以体验强松哦，瑞穗这边超级美的。真的吗？那还等什么？出发！出发！迎着风，我们骑着铁马，用一种最轻松的速度，慢慢体验瑞穗的美。只是没想到，还有这么一段充满尖叫声的体验。偌大的牧场里，可爱的鸵鸟先来迎宾，身形比想象中还要高大。喂食对我俩来说变成了试胆大会，能量消耗太多，我们也得补充补充了。哇，太美了吧！东江，哎，这一定要把它拍下来。真的，我帮你拍，这太美了。在这里真的能够强松向书休闲时光。真的，要好好把握。这上班太累。对，这真的叫偷得浮生半日闲。都会里太快的脚步不适合瑞穗的节奏，和闺蜜的悄悄话在这儿可以慢慢说。交心后的那份自在，强松向书休闲时光，是旅行的第一份礼物。